路透社援引2位消息人士的话说，正当中国政府在冬奥会开幕前强化其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之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一向华盛顿请示允许那些不愿忍受清零政策的外交官和家属离开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针对有关美国考虑让一些外交官离开的报道作出评论时说，中国疫情防控措施严谨科学，行之有效，也很好地保护了外国在华人士。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边境局势没有缓解迹象，美军欧洲司令部周三表示，6架美国 F-15战斗机已抵达爱沙尼亚，以帮助应对乌俄危机。作为美国与北约盟国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此举是为了支持波罗的海的空军警务任务。据报道，属于丹麦和爱沙尼亚的 F-16型战机今天将部署到立陶宛的西欧利埃空军基地。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发言人伊布拉辛·艾赫迈多夫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土耳其向阿塞拜疆提出申请，以满足与从伊朗向土耳其进口天然气有关技术的问题造成的临时需求。艾赫迈多夫指出，土耳其的申请得到了积极回应。他说，将调动现有的机会，并根据需求增加从阿塞拜疆到土耳其的天然气出口。美国通过其驻莫斯科大使向俄罗斯外交部转达了对俄罗斯要求提供安全保障的回应。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提交的文件发表了声明。布林肯表示，美国的反应与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友完全兼容，并表示北约也将向俄罗斯传达其反应。近年来，欧盟虐待儿童的情况已达到严重程度。最后一个例子出现在英国，在 BBC 准备的纪录片中，儿童被从罗马尼亚偷运到英国并被贩卖。仅在罗马尼亚，2020年就登记了429起人口贩运案件，经确定这些案件中有1半以上是女孩。据报道，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将于周日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此次访问将是历史上第一次从以色列到阿联酋总统级别的正式访问。美国航空航天局于2021年底发射的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在距离地球150万公里处进入轨道，它旨在通过望远镜获得有关宇宙起源的信息。